讓我們熟悉一下 CADLY 的主菜單。這是 CADLY 的工作界面，我們稱之為畫布。在畫布頂部，你可以看到 CADLY 的主菜單。這個菜單始終可見，我們可以用6點按鈕在畫布上移動它。如你所見，當菜單被拖到屏幕邊框附近時，它會自動對齊。點擊漢堡圖標會打開文件菜單，你可以打開保存和導出文件，還能更改語言。點擊圖書圖標會打開圖書館。圖書館有多個子文件夾，包含櫥櫃零件、繪圖輔助工具和預製廚房櫥櫃。我們進入繪畫輔助工具，選一個矩形。箭頭圖標激活了對象選擇工具。我們可以通過點擊或觸摸物體來選擇，也可以通過拖動窗口來選擇它。手型圖標可激活平移模式，這樣你就可以移動包含所有物體的畫布。由於畫布是無限的，我們有時會丟失自己的畫作。放大鏡圖標會幫助你重新聚焦畫作。接下來是撤銷和重做圖標，我認為這一點不言自明。鉛筆圖標允許我們添加自由手繪。A 圖標允許添加文字。最後，圖片圖標用於將圖片導入畫布。